喺赤道雪線同沸騰大地之間，肯尼亞成日俾人用危險嚟形容。但呢度嘅危險唔係路牌上嘅警告，亦唔係地圖上某個紅色標記，佢更似係一種藏喺大地深處嘅節奏。獅子喺毛色入面壓低身體，下驢喺峽谷之中撕裂萬食，火山口將森林收埋喺腹地，暗湖將天空染成血紅，而赤道附近嘅高山卻終年積雪。喺呢度，生命同死亡之間嗰條界線，往往美到令人平息。呢片東非土地將城市、草原、沙漠、高山、海岸同千里之路全部壓縮埋一齊。佢唔溫柔，亦唔遲疑。佢令每一種生命都必須學識等待、奔跑、忍耐、躲避或者正面迎戰。而家我哋由內羅畢嘅清晨出發，穿過裂谷嘅風、北方嘅荒漠、海岸嘅舊城、火山嘅陰影，最後抵達馬賽馬拉嗰條被提聲震動嘅河流，去睇見肯尼亞東非最美麗亦最唔肯妥協嘅危險。內羅畢玻璃高樓盡頭嘅野性邊界。內羅畢醒得好快。清晨嘅車流湧上高架路，寫字樓反射住陽光，街道入面充滿引擎聲響、號聲同匆忙嘅腳步聲。呢係一座急速生長嘅非洲首都，現代擠迫，充滿野心。但就喺呢片天際線背後，城市突然斷開咗，高速公路同高樓好似被一把刀切齊，下一秒金色草原展開。野生世界由城市邊緣正進入。呢度係內羅畢國家公園，成立於1946年。當時嘅內羅畢仲好年輕，而今日城市已經向四面八方擴張，野性嘅心跳卻依然喺呢度延續。黃昏時，獅子穿過高草，沿住斑馬同羚羊留下嘅隱形路線移動。佢哋喺夜色入面變成嘅影子，聽風、聽草葉、聽獸群入面最細微嘅慌亂。喺金合歡樹同盲石之間，黑犀牛以另一種送量感出現。佢哋睇落堅不可摧，卻極度警覺。一支折斷嘅樹枝，一陣唔尋常嘅氣味，都足以令佢哋轉身或者消失喺灌木深處。遠處馬賽長頸鹿慢慢行過草原，佢哋身上好似星形嘅斑紋，會隨住年齡變深，修長嘅頸同內羅畢嘅玻璃高樓形成一種奇異嘅對照。呢度好似一道刻喺都市邊緣嘅問題。當城市繼續向上生長，捕食者仲可以喺幾近嘅地方繼續生存落去。裂谷之風、山脊、火山同幼篤嘅湖。離開內羅畢，向西南方向走，因公山將大裂谷拖向天空。7度起伏嘅山脊好似埋喺地下巨獸嘅脊背，霧氣沿住山坡游走，遮住又顯露每一座山峰。企喺山頂，世界彷彿被劈成兩半，一邊係城市，一邊係深谷。風聲同巨大嘅風力滑輪交織埋一齊，葉片緩慢旋轉，將山谷嘅風變成肯尼亞千家萬戶嘅電力。幾個世紀以嚟，馬賽人趕住牛群走過呢啲山坡，佢哋相信風會帶嚟暴雨變化，亦會帶嚟看不見嘅靈。紅色披肩偶爾出現喺綠色山坡上，好似大地上突然燃起嘅一束火。繼續前行，地面變得更熱更鋒利。地獄之門國家公園並唔會以溫柔迎接來客，峽谷好似傷疤一樣切入火山岩，岩壁窄到陽光幾乎到唔到底部，腳下嘅裂縫噴出蒸汽，帶住礦物嘅氣味，提醒人塑造呢度嘅力量比人類古老得多，亦兇猛得多。單車可以穿過谷地，但每一個轉彎都帶住緊張。非洲水牛喺旁邊低頭食草，沉重安靜卻難以預測。向導成日話，永遠唔好假設水牛會先讓路。不遠處，龍哥洛特火山好似一頭沉睡嘅巨人，
由裂谷地面升起，遠望只係一個完美嘅環形火山口。登上邊緣先發現，火山口入面竟然藏住一整片森林。水牛嘅足跡切過灌叢，黑白油口喺樹冠之間跳躍，火山壁成為佢哋詆毀外界嘅天然屏障。而喺馬加地湖，危險披上咗夢幻嘅顏色。湖面由血紅變成泥紅粉，再變成深紫。呢啲顏色來自能夠喺強鹼水入面生存嘅微生物。湖水嘅 pH 值可以高達攝，足以灼傷皮膚。岸邊佈滿鋒利而脆弱嘅梳打結晶。大部分動物都避開呢度，只有火烈鳥將呢片毒湖當成家園。佢哋用抗鹼嘅腳掌走過淺水，用褲過路微生物，將具腐蝕性嘅湖水擋喺身體之外。對人類嚟講，呢度係禁區；對火烈鳥嚟講，呢度係餐桌。伊布湖泊同北方荒原內漢者嘅王國。亞西河抵達14瀑布時，好似被彌撒撕成14道白色水流，同時注入峽谷。粉明、翻滾、撞擊，聲音一層疊一層，彷彿一支古老而混亂嘅合唱。水霧懸喺空中，陽光穿過水滴，製造出忽明忽暗嘅彩虹。幾乎有人曾經稱呢度為扎加納咆哮之地。喺瀑布嘅混亂之中，隆隆冷靜企喺蠻石上，好似史前時代留下嘅旁觀者。對佢哋嚟講，急流唔係警告，而係機會。被水流擊昏嘅魚順流而下嘅殘骸，全部都係瀑布送出嘅食物。尼亞沙湖睇落完全唔同，呢係一片寧靜嘅淡水湖，天空開闊，金合歡樹企喺岸邊，但湖面嘅平靜之下，潛伏住非洲最難預測嘅重量級動物胡馬。日頭，佢哋這露出眼睛同鼻孔，好似浮喺水面嘅石頭。到咗黃昏，佢哋上岸覓食，龐大嘅身體卻可以跑得比人更快。好多致命傷亡，往往就由呢種睇落無害嘅安靜開始。湖中嘅新月島就好似另一個世界，斑馬志在食草，水靈企喺草叢入面，長頸鹿好似移動嘅雕塑穿過平原，冇大型捕食者，呢度成為東非少有可以令人接近野生動物嘅避風港。再向北，土地變乾，樹木稀疏，紅土喺烈日下發燙。桑布魯嘅世界屬於懂得忍耐嘅人同動物。桑布魯人時代沿住愛亞索尼羅河生活，呢條河係方圓好多里之內最可靠嘅水源。呢度有著名嘅桑布魯五獸、細紋斑馬、網紋長頸鹿、索馬里塑鳥、東非長角羚同長頸羚，每一種生命都被乾旱重新慈禧。尤其係細紋斑馬，佢哋比普通平原斑馬更高更安靜，條紋更幼，耳仔更大。大部分斑馬每日都要飲水，但係細紋斑馬可以幾日唔飲水，靠高效調節體溫，保住每一滴水分。旱季時，佢哋聚集喺收縮嘅河岸邊，警惕咁望向地平線。喺咁樣嘅土地上活，絕唔係偶然，而係一門精準嘅技藝。北徑同高山，藍色荒湖，鹽漠同赤道雪峰。桑布魯東北方，大地突然隆起，奧洛洛衛山好似一座垂直嘅堡壘，刺入天空。對桑布魯人嚟講，呢度唔係普通山峰，而係守護者，係儀式、口述歷史同族群記憶嘅環點。山腳下岩壁幾乎無法攀登，熱氣由石壁散發出嚟，好似一道無形屏障。但登上高處，世界突然變得清涼。金合歡樹散落喺平腿上，風將山谷入面山羊嘅叫聲送上嚟。再向北，土地跌入非洲最具戲劇性嘅盆地之一圖爾卡納湖。佢係地球上最大嘅沙漠湖，好似一道藍色傷痕橫卧喺貧瘠世界之中。湖岸嘅貨山岩同河口聚集住大量尼羅納，佢哋披住好似盔甲嘅皮膚，喺黑色原霧岩上曬太陽，耐性驚人，可以等幾個鐘甚至幾日，只為一次精準出擊。
喺東岸嘅庫比福拉，地面保存住更古老嘅記憶，頭骨碎片、石器遺存，改寫咗人類起源嘅歷史。腳下呢片塵土，曾經承載近200萬年前早期人類嘅狩獵、行走同死亡。圖爾加納以北，查爾比沙漠展開成一片鹽同寂靜，白色地面亮到令地平線喺熱浪中彎曲。海市蜃樓浮現出遠方水面嘅幻覺，但一靠近就消失。留鳥羚羊亂落緩慢穿行，因為沙漠唔容許遊魚。游牧者亦會選擇喺黎明或者黃昏趕路，避開可以迅速榨乾身體水分嘅高溫。而當北方熱浪退去，肯尼亞山喺遠處出現。佢個鋒刃蒼白，陡峭靠近赤道，卻終年覆雪，好似被刻入岩石之中嘅矛盾。雲霧突然湧入，山脊瞬間消失。對基輔遊人嚟講，肯尼亞山唔只係山，佢係創造之神恩蓋嘅居所。直到今日，長者祈禱時仍然會面向山峰，將佢視為一個活着嘅存在。霧林同保護區，洞穴入面嘅象群，最後嘅白犀牛。西部嘅艾爾公山好似一座古老而崩塌嘅堡壘，但真正嘅秘密卻藏喺地下。地圖墓洞穴幽深冰冷，空氣入面有金屬般嘅礦物氣味。呢度最不可思議嘅景象係野象會主動走入洞穴，佢哋小心穿過狹窄通道，用象牙壓擊岩壁，尋找面石入面凝結嘅鹽分。喺非洲其他地方幾乎睇唔到咁樣嘅行為。龐大嘅象群走入黑暗，只係為咗補充身體渴望嘅礦物質。嗰一刻，洞穴唔似景點，更似一部仍然慢慢書寫緊嘅自然史。阿伯德爾山脈就屬於冷雨、竹林同深谷，霧氣掛喺樹林之間，好似永遠唔肯離開嘅居民。自民時期，呢片森林曾經庇護毛毛運動嘅抵抗者，好多人躲入山林，為肯尼亞嘅未來而戰。廢棄嘅營地已經唔再喧嘩，卻留喺當地人嘅記憶入面，令呢片風景帶上一層沉重嘅底色。阿伯德爾仲有另一個戰乎傳說嘅身影——黑豹。佢深色嘅皮毛令佢可以融入霧林，好似一塊會移動嘅陰影。佢唔靠粗度炫耀，而係靠耐性狩獵。喺奧佩傑塔保護區，危險變成另一種沉默。呢度住住世界上最後2頭北方白犀牛，納金同法圖，佢哋都係雌性，全天候由武裝護衛看守。呢個物種已經功能性滅絕，冇雄性，無法自然繁殖。佢哋嘅未來只剩低科學、冷凍遺傳材料同人類遲來嘅補救。呢唔係單純嘅動物故事，而係一面鏡，佢照見嘅係貪婪、盜獵同一整個物種被推到懸崖邊嘅過程。印度洋海岸石牆、費城同珊瑚海，肯尼亞嘅海岸線帶住另一種危險，歷史嘅危險。蒙巴薩嘅耶穌堡矗立喺港口上方，好似刻喺石頭入面嘅傷疤。佢由仆鬥也人喺16世紀興建，唔止係防禦工事，更係控制東非海岸嘅船員。仆鬥亞人、阿曼人、英國人先後爭奪呢度，圍城、饑荒、處決、奴隸貿易，都曾經喺石牆之間發生。石灰岩上仍然留有炮火痕跡，院落下方曾經囚禁犯人。雕花木門、珊瑚石通道、阿拉伯書法嘅殘影，將非洲、阿拉伯同歐洲嘅歷史交織埋一齊。更深嘅叢林入面，格迪古城好似一個突然中斷嘅句子。15世紀時，呢度繁榮富足，有鮮湖石房屋、能務宮殿，仲有領先時代嘅排水系統。但去到一勒乾年前後，居民突然離開，冇記錄，冇解釋。今日藤蔓纏繞穹頂，猴子躍過殘牆，曾經交易象牙同香料嘅街巷，只剩低風聲。阿拉布科索科克森林係昔日綿延數百公里嘅海岸森林，最後嘅殘片。
呢度潮濕茂密，棲息住好多喺其他地方無法生存嘅生命。象鯨細到可以藏入手掌，卻能夠好似微型羚羊咁衝刺。佢用長臂尋找昆蟲，喺灌木迷宮之中穿行。每一次停頓都係為咗聆聽危險。再向南，拉姆古城將時間放慢。狹窄巷道只用一個人通過，路堤敲擊珊瑚石牆。阿拉伯、波斯、印度同非洲嘅影響混入建築、飲食同日常生活。雕花木門好似沉默嘅家族檔案，記錄住婚姻、遷徙同橫跨印度洋嘅貿易。而喺瓦塔木同馬林迪，海水變成星車嘅藍綠色，鮮胡椒之間，蝴蝶魚、冷嘴魚同閃住銀光嘅魚群游動。解憂季節性經過，海泳喺礁石縫之中睜住唔眨眼嘅眼睛。懸崖上，雅斯科達伽馬石柱仍然面向海風，提醒人呢條海岸曾經被世界嘅航線反覆尋找，亦反覆改變。南方荒野同馬拉河、紅象、雪山同遷徙嘅審判。肯尼亞南部賊獲嘅危險從來唔會預先宣告。19世紀末鐵路興建期間，兩頭雄獅喺呢度襲擊工人，夜晚將人由帳篷入面拖走。佢哋無規律、無畏懼咁捕獵，成為非洲最令人不安嘅食人獅傳說之一。薩沃嘅平原遼闊乾燥，奇塔尼熔岩流被當地人稱為魔鬼，黑色岩面年輕到好似昨日先啱啱冷卻。呢度最具象徵性嘅居民係紅象，佢哋本來唔係紅色，而係用富含鐵質嘅塵土覆蓋皮膚，防曬防蟲。陽光之下，佢哋好似由沙漠本身雕刻出嚟嘅巨獸。楚魯山由塵土平原上突然升起。海明威曾經稱佢為非洲嘅綠色山丘，遠望溫柔，地下卻藏住年輕而不安嘅火山地質，熔岩管道深入地底，好多洞穴至今仍未被完全探索。再向南，安博西利喺克力馬扎羅雪峰之下展開，大象排成象線穿過平原，武將帶隊。記憶入面保存住數十年嘅旱災、洪水同遷徙路線，佢哋嘅象牙好似彎曲嘅石柱掃過地面，腳步揚起塵土，彷彿一場慢慢移動嘅天氣系統。但呢度並唔總係平靜，沙塵暴可以喺幾秒之內吞沒視線，水坑縮小，引發獸群之間緊張嘅對峙。獵狗同獅子守喺沼澤邊緣，等待虛弱者掉隊。最後旅程抵達馬賽馬拉，大遷徙嘅聲音最初只係低沉嘅稟鳴，然後塵土升起，平原開始移動，超過100萬頭角馬伴隨住斑馬同羚羊，好似一股無法阻擋嘅洪流，衝向馬拉河。河岸對面獅群等待時機，佢哋唔會攻擊整個獸群，而係盯住慌亂掉隊、年幼或者疲憊嘅個體。混亂係呢度最好嘅獵場。馬拉河入面，溜魚潛伏，岸上獅子審判，天空之下啼聲不斷。科學家稱佢為品能嘅奇蹟。但親眼睇見時，人更容易明白，呢係一場年復一年重複上演嘅生存考試，壯麗殘酷，亦準確到戰乎宿命。北遠處夕陽下嘅馬賽村莊圍成圓形。過去馬賽青年曾經以面對獅子嚟證明勇氣，嗰唔係遊戲，而係保護族群嘅責任。今日呢種儀式已經結束。取而代之嘅係保護獅子嘅行動，改變好深，但勇氣仍然存在。下至用歌聲迎接陌生人，長者低聲說話卻充滿權威。戰士跳起阿杜姆舞，用不直嘅彈跳展示力量同呼吸。呢度嘅生活並唔浪漫，氣候嚴酷，牲畜需要守護，傳統亦不斷承受外界壓力。但馬賽人仍然守住一種同土地互相尊重嘅崇奉法事。危險唔係詛咒，而係生命嘅回聲。肯尼亞之所以被稱為危險，唔係因為佢只會帶嚟恐懼，
而係因為喺呢度自然從來唔會假裝溫順。城市邊緣有獅子嘅腳印，火山口入面長出森林，獨湖潤潤粉色鳥群，沙漠湖保存住人類祖先嘅碎片，海岸石牆記住帝國更替，草原河流每年上演生死遷徙。呢度嘅美唔係被修飾過嘅風景，呢度嘅危險亦唔係單純嘅威脅，佢哋彼此纏繞，組成肯尼亞最真實嘅面貌。喺呢片土地上生存唔係表演，而係一種共同穿順嘅節奏。風知道，動物知道，河流知道，人亦必須知道。當你真正睇見肯尼亞，就會明白所謂危險，也許只係生命最原始嘅回聲。而佢最迷人嘅地方，亦正正在於此。你明知佢唔會向任何人讓步，卻仍然會喺離開之後，一次又一次諗起嗰片赤道雪峰下嘅塵土草原同遠方嘅獸群。